新闻的头一条来看今仔日，国民党伫咧开道举办反立强战独裁的集会，呼吁总统赖清德着爱好好来解决美国关税、中国军演，也有大罢免的三大问题。也那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嘛有来到现场，除了诉求释放瓜问题，伊嘛呼吁赖清德也有民进党唔通甲所有反对的声音拢来甲阻昂。 青天白日满地红大国旗立场，国民党不满罢免民进党立委黄调查幽灵连署，好调二楼上开刀抗议，唔那四个拢是国旗，一位也是布旁和各地罢免民进党立委的团体继续拼连署。知影党话话甲民主献互台湾，甲正义献互人民。除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民进党变质正多立强独裁，民进党主席黄国昌也呼吁释放瓜分铁。赖清德指使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定。 朱立伦、谢龙介、杨志宇是首谋，没有关系。我等一下就到中正一分局，让你约谈，你可以吓唬我们，但是台湾的人民绝对不会被恐吓。党检没三位一体，我相信我们的主席柯文哲。 即使人被关押在土城看守所，都会跟台湾人民一起奋战到底，好不好？现场除了国民党、民众党阵营支持者，台顶也集结各地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甲县市首长、立法院长韩国瑜更加带领国民党立委，呼吁赖清德停止大罢免。哪有执政党这样子一个搞法？这不是民主政治。你打麻将只想打清一色，你为什么不打臭一色？ 每一个台湾人两只手，一只手拿着手榴弹，另外一只手拿着和平鸽。当赖清德愿意甩出手榴弹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台澎金马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愿意放出这一支和平鸽，跟对岸和平发展、和平相处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国家的领导人。 不要再搞政治，全心全意迈向台湾要度过这个经济风暴，这个经济海啸。就连网络红人馆长陈志涵也因不满瓜问题，向居留被告嘅讲话是讲甲后甜。也来国民党也宣布开道前超过20万人集结，除了向赖清德喊话，也展现国民党、民众党合作监督执行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